最近的天气也是真热，气象署今仔是针对12县市发布高温灯号，即台北市是有可能升到37度。另外，受到低压带影响，中南部地区这礼拜天气较不稳定，水汽较济。嘉义基南加山区过道可能要注意车光雨可能地灾。 高温烧热的天气，骑奥多麦单车红灯的民众，伫日头骹等甲大热汗、细热汗，规身躯是热甲冻袂调。气象署拜一针对北部、中南部地区12个县市发布甘仔式、唔是的高温灯号，尤其是台北地区有可能出现37度的高温。 除了各地在33到36度左右，局部地方呢，在西半部也可能在大台北这一带来到37度以上，或是在中南部的近山区来到36度以上，都是相当的闷热。提醒大家外出活动的话，都要注意防晒，多补充水分。因那这礼拜天气状况，气象署表示，受到低压带影响，台湾各地天气拢较无稳定，水汽嘛较济。拜二、拜三，中南部地区甲各地山区伫过昼了后，会有短时间的闪大雨，尤其是嘉义以南的地区，雨势会较大，落雨的时间嘛会较长。拜四甲礼拜，台湾各地水汽会减少，不过嘛是爱注意过昼了后的西北雨。环境上面都还是稍微比较不稳定，所以说呢，在一旦有降雨的话，都可能出现比较显著的雨势，尤其西半部的山区、中南部、嘉义以南这一带出现比较明显降雨的几率是比较高的，提醒大家都要多加的留意中午过后的天气变化。 也那大家上关心的天气状况，气象署表示，受到日本南方海面低压的影响，有可能会有风台形成的机会。不过目前无明显的系统出现，气象署提醒民众爱随时留意上新的天气状况。未来气象署会继续观察。记者戴阿选柯宾在台北报道。